我叫華華，我係香港美髮美容業商會嘅副會長。咁喺2004年開始咧就接觸咗激光，咁所以我依家最主要係做激光嘅教學，洗紋身啊、洗胎痣啊、洗荷爾蒙斑啊咁樣嘅。上年2024年嘅9月咧，就係備受上海邀請，佢係邀請專家去做 present 嘅。咁當其時咧，我係負責教激光洗紋身，因為我嘅激光洗紋身咧係令到佢哋唔會有皮膚受損，唔會結焦。我好想去到好多唔同嘅中學，對於讀書冇乜興趣嘅學生，感染佢哋。可以加入我哋美髮美容商會去學佢一個技能。其實我依家喺教大讀緊 PVE， 我以前讀唔成書，咁我想完咗我嘅夢，兼且對於我將來教學生係有幫助，即係想話俾啲學生聽，我以前讀唔成書，我可以40幾歲先至嚟讀都冇問題㗎。但係咧 Miss Two 咧就係因為呢部儀器，上個月我專登飛咗去馬來西亞，跟一個高級醫生教授去學一個技術，係無創去眼套，唔需要做一個好痛嘅 HIFU， 都做到筋膜層嘅收緊，咁唔需要抽絲，唔需要打針，亦都可以將眼套去咗，亦都可以做埋眼蓋嘅收緊嘅。